準備啦，同時開始比賽。好啦，開始比賽，哇！一開始冷面殺手得出龍少爺回傳啦，即刻咧係策動攻勢，結果先俾冷面殺手跳過機械人，射啦，好嘢啊！1-0要策動攻勢啦，而家龍少爺嚟啦，一個兩個，好啦，龍翔隊仲有機會啊！機械人再俾龍少爺射啦，好啦，勇進隊嚟啦，神腿冷面殺手俾翻神腿，有機倒掛起唔入，媽呀陰公啊！呢邊勇進隊冷面殺手梗係得勢不饒人啦，哇！一開始就搏啦，快腳神腿。鐵腳先，咦嗰邊冷面殺手入咗禁區咯，有機會一浪，哎呀，知可唔可以你咁搞法？解落一射三，阿龍機械人一飆埋嚟，近到一射，鐵腳先一勾，繼續啊，好嘢啊！牛寶王覺得好靚啊，阿龍解圍啊，跟住張又飆埋去，鐵腳，呢幾下頭條醒喎，哇！真係世界波啊呢啲，哎呀呢啲慘啊，俾阿龍搶咗佢㗎，一挑過頭，過埋龍門，一射入喎，報點都唔頂喎，哇！一個烏龍擺俾交俾阿龍，阿龍再咁啊陰公啊，一爭打落之康嗰度衰罰啦！冇錯啦，罰勇進隊啦，龍翔隊得個罰球。離開六尺，離開六尺。好啦，雞聲吹咗，阿龍準備踢呢個罰球，一挑，機械人一落，阿龍有機會一射，放下天王一波，再一邊再射，但機械人喺度打功夫啊嗱，演嘢啊，左右插花，落一落，飆埋嚟踩佢唔到，仍然俾佢攞啦，哎呀呢個陰公啊，將俾人踩一腳喎，勇進隊嚟啦。神腿，鐵腳先一俾冷面殺手，再俾佢後手射啦，咁龍單手托出，再由呢個冷面殺手接翻，阿龍一接佢個位，一爭打開龍，衝去嘅時候又俾阿龍標前接翻個位，一掟俾牛寶王，牛寶王射啦，再支空架，一俾阿龍俾翻中線偷射啦，哎竟然太後啊！啊機械人冷面殺手又接翻，一後手交俾神腿，神腿俾佢啦，但阿龍接到啊呢個煙，一彈俾機械人，一頭作出嚟，機械人。再次咧一個後掛，又接俾機人接翻，你將射啦，雙手護身，阿龍再射，單手護身，再次射，又係單手護身，阿龍一射嚇，連煙都賴埋啦。總之話慢慢，阿龍開出，朱康機械人一浪一跳，哇兩個埋嚟逼佢啊，卒之俾人扔啦，好彩龍同佢接翻，一交出嚟，機械人，哎呀阿龍一射，又接俾我哋一頭頂機又放出，再射下又俾托塔天王接住，嗱聲彈開啦。托塔天王好整啊！打俾神腿，一挑過萬三步，再過，挑過兩下，打龍馬截到，俾翻呢個張機械人一個周扔俾阿龍，阿龍猛落，周圍揾人俾啊！哎呀，萬三步話叫張你走啦！睇到啦呢次，阿龍睇到啦，跳過一關兩關，交啦冇錯，張機械人頂啦嘛，再開。啊！勇進隊俾人追成3-2之後咧，要急起直追噶啦，否則只話俾人打成平手就慘啦。而家嚟啦，冷面殺手一挑過龍，想射唔得，一俾翻佢呢次射啦啩，冇再一射，又俾我王搏出，神腿再射，阿龍接翻，冷面殺手又射，阿龍又接到，再次一俾神腿接到，再射，我王呢次搏到，冷面殺手一射又搏，再射又搏，我王好整啊！冷面殺手冇晒佢收啊！而家龍翔隊有一龍咧係策動反攻，一俾出嚟萬三步，哇呀，都接咗萬三步呢次。罰球開始啦，一個轉身一射，托塔天王救出，跟住冷面殺手解圍，阿龍有機啦，一落轉身，哎呀，一扔入網啦，好嘢，充分表現出阿龍咧係成名手。啊，繼續比賽，係用揸住比賽開始，一落嚟冷面殺手力鬥阿龍兩個一爭啊，哇，一爭打到龍條頸度，勇進隊進攻，呢個先交俾冷面殺手一鬥，冇用啊呢個波，但係一爭啊打落萬三步嗰度啊，哎呀，龍搶到個煙一後手扔俾鐵甲人。仍然都仲喺龍喺中間咧，想突破啊！一鬥出嚟萬三步，張攞唔到俾阿神仙腿都攞出嚟中間，阿龍仍然攞翻一接，哎一個空中開平一扔靚啦，一射埋俾呢個啦，托塔天王放出啦，繼續啊呢個咧龍翔隊再嚟，一個張鳳祥交俾朱康，朱康未攞到冷面殺手攞到啊，但係機械人接翻，阿龍叫佢俾啦，冇錯啦，一俾阿龍，一跳過浪，跟住交唔交俾朱康？交俾朱康啊！一翻出嚟中間，阿龍再俾呢個咧萬三步，再俾阿龍，哇演出渾身解數想話過，好在冷面殺手接住佢，跳翻個萬三步，左腳一彈出嚟，阿龍一去嘅時候俾一掹呢個頭髮，繼續勇進隊咧想贏啊！阿龍呢次咧演出渾身解數，一接住雙飛打俾萬三步，又俾冷面殺手接到，哇！雙飛爭得好激烈啦！阿龍咧就鬥冷面殺手，兩個咧係短兵相接，一隻哎呀打落呢個冷面殺手隻眼嗰度，唔算犯規㗎。上啊！我哋上啊！機械人一交俾阿龍，阿龍一浪，剩咗個煙一射，以為又得咪嚇，但係萬三步同佢頂翻出嚟啊！勇氣都立刻間到攻勢，冷面殺手，哎呀龍走啦，今日就係撞埋冷面殺手嗰度，而家鐵個先交俾冷面殺手，有機啦嘛！一個哇，咁龍真要人唔要演啊！我睇呢個形勢啊，潘記贏啦，唔得啦！